总统赖清德嘛宣布，党要扩大对美军的对美国的军购，国防部嘛已经提出军购的清单。外界是真关心讲，敢有包括E-2D的预警机，佮有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等武器装备哦。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表示讲，会来注重无对称关键战略等方向来甲美国沟通，嘛强调讲，伫还未确定之前，详细内容未对外来公开。台海情势紧张，国防部设备发布，共计16架次强舰5只，公布存1只伫台海4khu域活动。其中15架次强机飞过中线，正伫北部西南空域。中共的舰载直升机也出现高频外海，国军严密应变处理。空军的E-2K 预警机捍卫领空，监控强军动态，严格面临机能老旧、消息性相关问题。国军进前有意要买 E-2D 预警机，强化台海的侦索能量。因应美国对顶关税政策，总统赖清德表态，会加大包括军购在内的对美国采购。国军也提出采购清单，今次包括E-2D 预警机引起关注。在我们完成建案并后付预算之前，我们不会对外透露这个详细的项目。最优先就是不对称关键战力的建构。顾立雄搁一摆表示，赖总统的国防预算目标达到 GDP 3%，若得到较济预算，会当增加军事投资。立委表示，军售一般是无直接无形压度，无度减少无形逆差，严格会当强化台湾伫第一岛链的防卫能力。E-2D 这个预警机是台湾可以来筹措的项目。提加德罗这一个舰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军舰，可是它非常老了。那它的功能是不是适合我们？不是为了谈而谈。针对国军可能要买的武器装备，学者认为会当增加 M1A2T 战车、M109A7 的自走炮，取代老旧的战车。另外，美军现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，虽然符合国军战略需求，也不过有后勤维保的问题。不管是从美国接收这个旧件，或者说是看有没有可能这个自制，但是像这个美国，以商购的方式那个采购一些这个新式的雷达武器系统等等哦，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。另外，国安局报告示警，中共强化对台的电子战，今年就发布达到51万条的假消息。内容锁定总统国安单位台积电去美国投资，强军联合战备精神。顾立雄强调，国军看实扰的程度，启动随战备操演来应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